我没有跟你们说什么呢？怎么脚落地？你们刚才99%都这样跑的，是不是啊？脚不要用脚尖着地，更不要用脚后跟过渡到脚尖去着地。我喝完水。待会儿注意，孙老师喝水。待会儿教大家如何喝水。怎么？第一口水，他第一口是输掉的。对，绝对。脚的落地点啊，不要用脚尖儿，更不能用脚后跟过渡到脚尖去跑步。这样的话，他脚尖会伤及胫骨，脚后跟会伤及到中枢神经。3年以上，他会有从眼睛可以有直接的这个对比。老用脚后跟这么过度跑的话啊，3年的跑龄，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中枢神经。中枢神经什么？代表眼睛，眼睛的这个视力啊，它会逐渐模糊。所以说，不管你是怎么情况下，都不要用脚后跟跑。我脚后跟跑的话，就伤了这个中枢神经。3年呢，我的神经头，我脑袋，我的头上任何的检查都没有检查出问题，神经头是哪能检查出来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正确的脚的落地点是 OK。哎，我们不要有声音啊！好的，非常配合一下啊！因为我要大声喊的话，今天人多，我喊不出来了，嗓子有点痛，大家尽可能安静听我说这么2分钟，好不好？2分钟之后大家随便来。这样的啊，脚的落地点是全脚掌着地，全脚掌起，踝关节要灵活的同时，脚心发力，脚呢离地面越近越好。很多人跑步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很多人跑步是不是这样跑步啊？对，你这样跑步的话，身体在这个空中这样的一瞬间触地是吧？对膝关节直接造成伤害。所以说，不管你是多大年龄的人，跑步脚离地面要近点，脚离地面越近越好。那节奏快的时候呢，不要去摆臂，而是上下小颠臂。如果你摆臂的话，节奏就慢了；如果你小颠臂的话，它的节奏非常的快。来，大家看我一遍啊！我刚刚跟大家说的跑步的技术4点吗？第1点是用中心点去带动的同时，脚和脚的内侧为一条线。第3点是步幅要小。第4点是频率要快。来，大家看我做一遍啊！很多人的跑步是不是这么好？是不是抬腿好啊？是吧？是的。那今天我告诉您怎么跑啊！你看我现在跑步，我中心点先冲出去，看着没？我中心点先冲出去，然后呢，我再去做到脚与脚的内侧步幅频率，是吧？你看我是不是有人在推我跑？你看我是不是有人在推我跑一样？孙老师的身体先走了，看到没有？他的身体先走了。对，我的是上中心轴先去走，然后再去脚底下。这样的情况下，要借力发力，以巧拨千斤。它的主要原理就是非常的省力。在座的如果有一个人从来100米没有跑过步的人，你要用这个技术，你瞬间可以跑个5公里还不累。原理就是因为你不用力量去跑步，明白吗？很多人就是初跑者，是不是？这样跑步，跑800米的时候他就已经喘得不行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用力量，你的腿的力量也不足，心脏的力量也不足，那怎么就用这个力量去跑那么长的距离呢？根本就不可能。所以说呢，在这基础之上，你用身体的，你看就像有人推着我跑一样的，特别的轻松，特别的省力。大家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记住之后呢，如果跑步的时候啊，有2条线的。就这么跑的，尽可能的给我并过来。有8字脚的，看出来8字脚吗？有8字脚吧？有，是不是有这么多跑的人？见到这个8字脚跑步的人，伤的是膝关节内侧；2条线跑步的人，伤的是髂筋束。所以说这2点的人都不能去用。那后腰腿过高的人呢，伤的是膝关节，这膝关节什么滑囊炎啊什么的，全部都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大家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啊，8字脚的把脚并过来，你看这么8字脚的吗？把脚尖并过来就可以了。2条线的人呢，把脚和脚的内侧为一条线就行了。后腰腿过高的人，把脚离地面近一点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讲完了，一会儿这一圈我只看。大家去做好不好？好。今天不追求速度，追求的是改正你的技术，好吧？好。我在旁边的主要的责任是什么？你错了，你错了，你错了。我说你错了时候，按照这3点去改，好不好？好。OK。